Hello， 大家好，我係今期主持人聰仔。今日咧，我哋嚟到咗呢個十里銀灘，睇到背後嘅呢個高爾夫球場尾，你係咪以為我喺咩位置啊？其實咧，我企呢個十里銀灘嘅2期嘅森林海南區嚇，我哋樓下面咧就有一個咁樣嘅高爾夫小嘅練球場嚇，隔離咧就會泳池嚇。咁南區帶大家睇到咩單位咧？總價276000嘅4房單位嚇，成個十里銀灘非常之少見嘅，非常之稀缺嘅呢套4房單位嚇，價錢真係好平，27.6萬啊，75個平方。然之後家私家電呢啲全部都係有嘅，拎包入住嘅一套單位，保養咧仲算不錯。我哋樓下面咧就有高爾夫球場啦，隔離仲有一個泳池嚇。而家嚟講話已經開通晒嘅呢個泳池，非常之多細路仔啊，裏面游泳嘅。然之後咧我哋森林海門口咧就有呢個去我哋羅湖嘅同蓮塘嘅呢個流巴車站點啦嚇。好似深圳坐流巴車翻嚟呢度都有站點嘅，仲有呢個業主食堂啦、社區醫院啦呢啲配套啊。總之啦，非常之方便，非常之適合養老啦呢個小區。咁呢個單位咧，事不宜遲，先上去望下先。Hello， 大家好，我係聰仔啊。咁而家咧已經入咗呢度單位嘅內容啦，再同見到前面朋友咧講翻多一次呢個單位嘅大概情況。呢個單位咧位於我哋十里銀灘嘅2期森林海南區嘅一套頂樓複式嚇，總價咧276000，可以買到一套咩單位？75平嘅4房，你見過未？真係冇見過未？我都係第一次見啊，非常之少見啊，這種戶型啊。再加上咧呢啲家私家電業主都唔帶走啦，買過嚟就可以直接使用啦，拎包入住嚇。咁事不宜遲，我哋先從入戶呢度睇起嚇，嚟。其實佢呢個就係話3房改4房嘅呢個戶型啊，3梯8戶啊，呢度就係電梯嚇。然之後出嚟咧，電梯首先見到一個採光井嚇，然之後咧呢個單位就係我哋嘅要睇嘅單位啦。門就係發展商交流嘅原始嘅門，後期可以換翻個密碼電子鎖嚇。然之後入門右手邊再翻咗一個鞋櫃啊。紅木嘅，睇起嚟佢好乾淨喎，俾個特寫都冇問題啊，嚟啊，冇問題，呢個好乾淨，燃氣表啊，上面點解會做翻個晾衣杆嘅咁奇怪嘅？唔喺嗰邊曬，佢呢邊曬喎，好奇怪喎。然之後呢個窗都有已經嚇做翻個窗啦嚇，然之後打開嚟可以形成一個南北通透嘅效果咯。後期咧可以做翻個鞋櫃可以坐住嚟溫鞋啊嗰啲嚇，熱水爐慢和嘅嚇，已經做好晒。全乾啊可以擺個掛畫嚇，然之後再入嚟又有個門嚇，後期我講就可以唔要啊呢個門。然之後呢邊咧我哋嘅開關留意對講機再過嚟睇下呢個廚房。廚房嚟講嘅話，油煙非常之少嚇，應該冇咩做飯，我比較特色喎，冇咩油煙嘅嚇，睇下用唔用得咯。哇，肥肥聲啊！呼呼呼，這樣就好大聲嚇，冇問題㗎。燃氣罩，然之後呢個全部都係發展商嘅交流標準啦。下面係可以有呢個儲物空間嘅，大家睇下有一啲啲污糟嚇，問題好細。有呢啲污糟問題唔大嚇，然之後打開呢個窗嚟咧可以通風嘅，然之後雙開門嘅可以嘅冰箱，打開嚟睇下，呢個冰箱業主真係人才啊！點講咧？冰箱有嘢喎，佢唔掂咗佢喎，咁為咗就話為就係話嗰啲發霉啊，嗰啲食物啊。呢個冰箱嚟講話真係唔係好打開啊，直接叫個師傅抬走佢啊。然之後我屋企嗰個位置都冇聞到嗰啲發霉嘅味道，真係打開嚟先知㗎嚇。如果大廳咧梳化、一座電視櫃、電視咩都有嚇。電視點解仲未搣嘅咁奇怪嘅？好新嘅樣子喎。然之後呢個座咧睇起嚟好新淨啊。係好新淨啊！呢個電視櫃啊嚇，佢俾個特寫都冇問題，好新淨嚇。
然之後再出嚟睇下嚇陽台，哇，仲有個晾衣杆冇問題，仲有一個晾衣杆嚇，而家上面做咗頂。然之後哇，呢個視野就好開闊咯，前面就係我哋嘅最直對過去就係我哋嘅水藍天啦，益渠水藍天啦。我哋3輪喺度睇下樓下咧泳池，睇到未？下面好多細路仔玩住呢個泳池下，然之後左手邊咧就係我哋3輪海嘅高爾夫球場啊，呢仲可以望到嚇。然之後咧再過嚟睇上面咧仲係有個大可以開燈嘅呢個風扇嚇，個燈邊度開咧？佢有個遙控嘅，可以開燈嘅。點睇啊？睇下，唔係呢個遙控，唔知邊度去咗啊！反正可以燈嘅呢個風扇。然之後咧，再上去睇下，嚇。我哋成間屋嘅電掣嘅總掣就喺呢度嚇。比如話房間咩房間、大廳、廚房、廁所、照明咩都寫清楚嘅。我就唔上去啦，有啲貼啊，呢個樓梯一個人上就 OK 啦。上去先上去影下嚇。呢個房間都非常大嘅嚇。你睇下非常之大咯嚇，同我哋嘅大廳嘅視野一模一樣，係凸出嚟嘅嚇。嚟先落嚟啦，上面仲做咗個窗簾嚇。講實話，我忘記俾大家睇咗嚇，下先落嚟啦，小心啲嚇，俾大家睇下呢個朝向，嚟落嚟，小心啲嚇，嚟，呢個朝向朝西嘅嚇，嗱，朝西嘅嚇，經西西嘅朋友咧，呢個單位就可能未好啱你啊，但現時嚟講嘅話，同呢個門窗打開嚟咧，同上面風扇打開嚟咧，係唔會覺得有好熱噶嚇，唔會覺得好熱嚇。然之後咧，左手邊就下面1樓做咗3個房啊，可以嘅空調啊，實木嘅床啊，實木嘅櫃呢啲都係有嘅。然之後睇呢個位置，未嗰邊講錯咗。然之後呢個就係乾濕分離衛生間啦，打開嚟可以睇到出面嘅樓景嚇，正常都唔打開嚟啦。咁呢個乾濕分離衛生間，中仔可參考下體重體型咯，1.7米150斤，我差唔多完全可裝開。一個人沖涼就冇問題，2個人沖嘅話有啲夾嚇。然之後咧，非智能式馬桶，呢個單千本設計，全部都係發展商交流嘅標準啦。下面咧仲有呢啲小空間再過去睇下嗰個房間，嗰個細房間嚇。1.5米嘅床，上面帶可以空調。然之後咧睇下呢個，哇！呢個位置就係話有啲反感咯喎，你睇下唔睇啊？一啲反感嚇。問題唔係話好嚴重，其實唔會話好影響生活咯，影響美觀啫。然之後咧實木衣櫃咯，好新淨喎，睇起嚟喎。同梵高嘅咁似嘅。然之後實木嘅床仲係帶可以空調，全景落地窗可以打開嚟通風嘅。咁呢個房嚟講，我睇咗呢啲天花四角牆面保養都非常之新淨，然之後地板都冇凹起嚟嘅，就係話嗰個四房間嘅有呢個衛生間嘅反感咯，就係咁樣嘅問題啦嚇。上面同樣做咗一個羅馬乾嘅窗簾。咁呢個房嚟講話，總結下有缺點，我先講優點啦嚇。總價276000，佢買咗4房嘅單位，成個10零人攤玩唔出第二套嚇，真係花小錢辦大事啊！呢個單位嚇，非常之少見啦。然之後咧保養嚟講話，仲算好靚咯。呢個單位保養牆面天花板要冇甩皮冇爛喎，要冇嗰啲污糟痕跡喎，我覺得都算係優點啦嚇。總個優點嚟講話，275000呢個價錢都非常平啦嚇。要帶埋家私家電買過嚟，差唔多拎包入住咯。仲有咩優點啊？第4個優點咧，比如話我哋香港翻嚟三輪海就有呢個落車嘅站點。比如話你要翻香港，就可以坐我哋碧桂園樓巴車去
去到蓮河、羅湖嘅，同樣都係三輪海門口就有呢個站點㗎，非常之方便咯。然之後又有呢個業主嘅食堂咯、社區醫院咯，然之後呢個小區好多老人養老㗎嚇。然之後又有咩去268去沙田站嘅，總之啦非常之方便啦嚇。如果屏幕前有粉絲朋友們對呢個單位感興趣嘅話，可以掃描上方二維碼聯繫翻聰仔攞翻呢個單位更多嘅詳細資料。如果想過嚟睇樓咧，可以打個電話或者發個信息俾聰仔嚇。咁你話聰仔，我對你拍影嘅三輪海咩單位感興趣喎？你幾時幾號我哋幾個人你過嚟請我哋過嚟實地睇樓啦？咁我就會深圳去接你哋過嚟睇樓。咁提樓期間嘅話，唔會同你哋收任何嘅費用嘅，咩睇樓費、車費呢啲全部都唔係有嘅嚇。然之後聰仔都唔單止對你呢套二手樓，聰仔公司咧最少都有幾百套房源嘅，只要咧你同你嘅需求同預算話俾我知，我就會批翻更到啱你單位啦。當然啦，聰仔唔單止做二手，一手都有做嘅，成個惠州都有做。比如話信寮灣、九陽、粵海、十里嘅匯港半島、北海雲山呢啲項目咧，樓盤咧全部都有代理嘅。咁你哋揾到我哋買咧有咩好處咧？第一個最少2萬蚊嘅現金津貼嚇，買大要送多啲，買細送少啲。第二個咧可以享受到發展商俾我哋嘅最低嘅價錢、最大優惠嚇。咁視頻睇到呢度仲未幫我聰仔點個訂閱嘅粉絲朋友咧，麻煩你咧喐發財手指幫我聰仔點翻個免費訂閱啊！你哋支持係我堅持拍攝嘅道路上最大動力。咁呢期嚟講到呢度，我哋下期再見，拜拜。